大家暗安啊！我无开我的被，靠腰，小等，等下。我伊皮咧，等下啊有好啊，我背景小等。今日伤紧张，头一摆试即种，就是两个人用同一个麦克坐伫边仔安尼。你要介绍一下家己无Hello， 我是阿火的女朋友，嘿，大家叫我火嫂。嘿，迄个若是伤细声还是伤大声，大家才甲阮讲吼。因为咱即马离麦克较远，所以迄个大细声较毋知影安怎抓较好。我先甲大家小招问吼，欢迎咱绿客车上你好，阿峰、安安，欢迎两位。Hello。好，今日要讲啥？拢会使。拢会使，因为平常时就是咱开讲无咧开讲，互大家看，所以颠倒毋知影要讲啥。对，啥物？阿峰你讲啥？偌济？偌济请来？你今日收偌济，互我请来？无钱呢？无钱呢？哇，遮歹命。对啊。真苦。真苦吼！袂要紧，免费的上贵，对无？免费的上贵，你才找我算数。好，小等才找我算数。带我去食好料的。食好料的。阿姐，阿妈欢迎。你去食啥？你啥啦？啥袂当有女朋友呢？哇，安尼当无久呢，莫有白讲，靠腰啊！对，我会骂我的观众，有一寡人看起来就是真介意互人骂的款，所以咱就甲傻逼事者。好，无我有白讲的。你去食啥？你是安那啦？你是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咯？咱这个安怎讲？活伫世间，总是爱学会晓去接受一寡代志。无共的代志。无共的代志。好，你当下班，嘛毋是讲当下班啦，今仔日有上班。我上透早8点到下晡4点，不过我5点才下班，差不多。你拢会迄个免费加班对无？对啊。你感觉较晚的，就是。对。好。啥物跨物种爱情？靠背。嘛对。皮一下，啥物物件？皮一下，啥物物件？你讲伊迄句 ，OK。你看这，你对跨物种爱情有啥物看法？无看法。无看法。好。好，你要分享一下你上班拄着的代志无？大家有啥物代志想要问会使问，恁就伫遐拍字问就好，我今嘛干那会使拍字。你今日上班有拄着啥物？恁阿母最近煮迄个豆奶足济。好啉。有甜。有甜吼，即摆足甜的呢。我是感觉足甜。是哦。
我感觉差不多，拄啊好。就甲外口卖差不多啊。对啊，我感觉以伊的标准算是甜的。嘛是啦。对。嘿。我哪会讲到这？因为我今仔日哦，上班的代志啊。对啊。嘿。大家想要听啥？嘿。毋知大家想要听啥物？想要听恐怖的，还是要听好笑，还是要听无头拄算恐怖，你分享一个好笑的好无？好笑的？恁遐 psychic 的psychic 啥物意思？敢若解说，就是敢袂当讲小小，就是精神有问题。对。就像我无，嘿。对，我开台的时阵，我拢是精神做有问题，大家才爱看。嘿，对，大家家己讲，恁家己老实讲，是毋是较小的较好看？嘿，所以你讲头讲着，敢袂当讲一个好笑的？好笑的。我真甲你讲，你感觉都一个好笑。我想看觅，有迄个咧看选举的，迄阵咧选迄阵咧转票，转迄个总统的时阵。哦，伊讲，但是我本来就笑，你莫讲。无啦，伊平常时足正常。敢是？嘿啊。无咱先回答迄个观众朋友的问题。好。即想要问讲，阮斗阵偌久啊？3年。对，应该3年外。3年外。3年外。无啊，11。啊对，11月的时阵是纪念日。对。所以即摆是12月，安尼敢是？4年。安尼4年安尼大满4年对无？对呢。哎呦。嘿，不知不觉的。伫读大学的时阵。对。熟悉。对，读大学的时阵熟悉，啊，就到即摆出社会做工课安尼。第二题，火色声音真温柔，感觉甲阿火相骂咯？会吼，啊，毋过较罕得相骂。敢算相骂？相骂哦。还是着我互恁骂安尼？对，较侪是安尼。嘿，就是我咧骂伊尔。无一定是骂啦，有时就是念者。对无？比如讲迄个讲要摒扫迄个便所，讲几若个礼拜我拢无甲扫，我拢无去摒扫，对。对，会念者。啊，毋过我生气的时阵嘛是会骂你啦。对啊，毋过有时阵你生气，你是就是无想要讲话。对。对，所以你较袂。是啦，是。这甲你做有关系。讲迄个对迄个65岁以上免健保费这个法案。有这个法案，我哪会拢毋知？你无甲我讲。最近改足济，有时我嘛袂赴甲你讲。因为迄个你上班，你上班下班了，你着忝嘛，所以我想讲，有时你嘛，就是你咧休困啊，我着。你知影即个法案？你敢知影？这应该做新的，我看卖。因为有的我嘛无第一时间着对着。即个法案敢若足恐怖。听起来足恐怖吼。对。佫有足济啊，就是迄个讲啥物健保要互迄个中国内人用啊，即种的。迄直拢，就是有人着做想要杀即种的。对。今仔日咯，对吧？今日27。伊的内容观众消息真灵通。大概阮遮足侪观众拢足关心咱，就是咱即摆就是要安怎讲？最近政治就足乱的，就是。足侪法案咧改来改过去。阿修罗来吧，欢迎你来，欢迎。对。阿慢。60岁，阮近即摆较侪带伊迄钱，就是老岁仔人较有咧带伊啊。若是健保佫无，
佫无互伊收钱啊，咱健保毋着要倒啊，即摆健保就已紧经要倒啊，对对啊，恁恁应该嘛就是要安讲，恁的同事应该有诶嘛是会较知影，就是健保的状况，还是对健保的代志较有看法有无？大家拢有吧，就是讲大家拢嘛有一个最好笑的，嘿，就是进前有一个伯伯，然后伊就是要叫阮，然后叫醒就是服务生，已经灰是无？嘛无回，有可能就是困甲就是刚困，打困醒，嘿嘿毋知影家己伫倒位。对。我就有淡薄仔生气，就是我一定为伊起来足侪摆啊，听到伊安尼讲的时阵，我就足生气，佢较袂爽啊！我就讲傻笑。你直接对伊讲啊？无啊，我就伫我爬起来的时阵，细声写细讲，甲你讲我讲安尼。傻笑，把我们当叫服务生是什么意思？然后迄个病人就讲歹势啦，我讲毋对，护理师啦，护理师。哦，随改过来。随改过来。嘿，对。哦。因为我看迄个，咱有follow一寡，要安怎讲，就是有诶是医生啊，家己做 YouTuber，即种诶人，因有诶就是不时诶发表一寡对健保诶看法，所以我想讲，恁同事敢会有一寡人有咧讨论，还是大家就是先甲家己顾好。健保。嘿啊。是大家上班的时阵无咧讨论。毋过你看迄 trade， 就是较有哦。嘿啊，因为就是有迄老刁民，就是会感觉阮就是爱甲因迄个风台甲做好势安尼。对你是讲有诶老人来带院诶时阵？嘿啊。嘛毋是讲老人有可能迄种阿姨就会啊，就会感觉我来遮带伊。我已经足可怜啊！嘿。你想要毋对我较好诶？对。毋过你嘛足可怜诶。嘿啊，就会人有讲就是，你若是要叫阮房贷，你就家己自费，莫用健保。健保诶，对。无你就是互阮做 special nurse。就是一工足侪钱啊！就是请你一个人尔。嘿，家己请一个 special nurse， 莫用遮。就是用公家的资源，佮要求遐济。嘿，对。嘿。对啊，健保真是要安怎讲？少年人立甲要死，老人咧用。对。抚养比。有诶人咧改迄个法案的时阵，伊就是想要互老人较欢喜，互老人较爱转票，互因。可能。哎呀，伊就袂要紧，讲你做甲要死还是安怎？迄毋是因咧做。对啊。对啊，就是为着就是安尼。讲啥？头拄有讲一个恐怖的，讲一个古锥的。你头拄仔讲到迄因，就是迄个病人叫你迄个叫你啥？叫你服务生。你敢阁有拄过其他奇奇怪怪的？奇奇怪怪。嘛是足侪啦。毋过拢足古锥的。古锥的分享一下。上古锥的是哪？就是阮咧足无用的，迄个就是一个，阮可能就是一个人顾3、4个，一个人顾3、4，应该是吧？迄时阵上大夜还是小？ICU。就足无。但足济呢，对吧 ？ICU 顾较死的是足济。对啊，对，就是若是有人破病无来上班，
白人较济的时阵，都会嘿顾着死的安尼。嗯，啊，就伫咧足无闲的时阵，就有一个伯伯，嗯，伊就咧大喊，喊啥物？伊就大喊 ，Don't worry, be happy。哦，对，你有甲我讲，这真正做笑的。你是听甲会笑？对，听甲会笑，我真正是笑出来，就是啊。伊是甲送讲，伊是甲恁讲哦。我毋知是甲家己讲，还是甲阮讲。啊，伊就是笑笑，伊嘛是无讲介清楚啦。啊，就互人拔起来。啊，伊就咧会咧喊，就是我是使恁迄像哦。啊，甲我拔起来，你袂使哦。爱讲出来的人是你恁真正熟悉的人哦。我袂记了，因为这无好笑。我个是讲，我熟悉恁院长安尼。啊，毋过伊就是讲迄啊，伊就讲迄就伊啊，佮伊会唱英文歌，很好笑。啊，就阮学姐就甲伊问讲，因为迄个时阵咧冻蒜。我讲一个人，会讲这我讲一个人。我袂记我头拄仔讲啥，啊就Don't worry, be happy。啊对，讲这个人，哎，伊就甲伊问讲伊投票投给谁？啊，迄个伯人就讲，哦，我投给猴子啊。学姐就问他说猴子是谁？伊就讲侯友宜呀。学姐就说啊，你知影伊是猴子，你搁投给他？这真做好笑的。对，很强。毋过伊毋是笑笑，伊个会使转票。无啊，伊可能是单，因为我伫家互白房，看袂着迄光，所以你就是爱小心心脏。就叫有一种专门的迄个。嘿，就是伊看袂着光，伊都毋知影即马是白天还是黑夜，然后就会开始乱的。对。原来有安尼。嘿嘿。收落来吧，讲安尼讲无一定好，啊，毋过若是会使亲像美国护理师迄个 tips 消费。真正哦，我毋知影美国有即种代志呢。我嘛毋知。你讲安怎？我嘛毋知有迄 tips。我是讲若准安尼，就是当我是我互你钱，安尼较会当接受。毋知，因为我的身份佫较无共啊，所以袂使收迄个钱。你可能的问题有较济。对，这嘛最好笑，因为我的病是军医院嘛，就是阮阿长。有收过迄礼盒内底有藏钱，靠腰，嘿，伊都惊死，啊都就怕打给别的护理长，然后就全部护理长围在我们的护理站那边，然后就在讲这件事情。一个人分一张。就是毋是啦，就是大家拢有收到，毋过有一个阿长无收到，伊就咧讲安怎话？重点该是这，毋是当然毋是这，就是这想办法行啦，就是这袂使收嘿。OK。对对。美国是讲服务生啦，毋是讲护理师啦。对，毋过对啊，美国较有迄个消费文化嘛，台湾较无。真的。对，就好笑诶。尴尬。迄个时阵。以后迄个叫做啥？以后针对。伊看伊无去。嘿，看伊无。嘿。当伊塑胶做诶。对。对啊，毋过这消费文化，我之前伫迄个咖啡厅诶时阵，我嘛是有迄个有一个消费诶迄个箱啊。嘿，星巴克。无，就是阮嘛有迄个消费迄箱啊。嘿。毋过迄就是迄种充公啦。嘿，当团费。嘿，对，拢无食着。就是我若表现较好，我若甲人服务较好，伊嘛袂变做我诶。伊就是规间店共同拢是迄声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就甲我无关系。你迄个时阵应该家己手伸出来。对。无，家己坐一个。家己做一个家己的。做一个对，啥物是？你若介意即个阿慧，你就对，钱就囥食。嘿。袂使，我会互迄个
迄个顶丝掠去刣。我各位听，啥物？无，你讲我倒位听？哦，你是讲大家搁要听啥？嘿，各有啥物想要问的？嘿，大家若是有迄个啥物，迄个啥，身躯倒位无爽快，要问嘛会使问，敢袂使？会使，问看卖，我看卖。恁好啊，阿母嘛定会问你即寡问题对无？对啊，毋过伊无咧听。伊是心内已经有答案，对，要甲你问。伊就问 Google 啦，哦，伊主要拢问 Google。嘿，问 YouTube，对，问 YouTube。嘿，都叫什么？啥物伊拢叫 YouTube 叫什么？YouTube。伊敢有？有啊，伊毋是改过啊？哦有啊，毋过之前拢讲 YouTube。对，一开始拢 YouTube，即摆拢 YouTube，敢是应该是。应该是毋知。对，最近 YouTube 还是伊袂，伊是 YouTube。哦，酷沙哇，欢迎你来，伙子甲阿嫂暗安食饱未？拄困精神好，恭喜你拄困精神，这嘛着恭喜。有困饱，就是足欢喜的代志。哦，对你来讲真正是吼。对，就是无对大家来讲应该拢是。啊嘛对。佮去望着最近咧看的《阴尸路》，你敢有看过？无，你毋是做爱看？迄是僵尸。哦，迄无共。对，应该是僵尸的。毋过足久的呢，我印象迄个片足久细汉的时阵，差不多。老电影吼。嘿啊，毋过嘛是有足侪。敢有恐怖？知。迄个时阵应该是有恐怖吧？哦对。对啊，迄个以前时阵。即摆来看可能较无遐恐怖。嘿啊。因为火色最爱看迄个恐怖的电影。无毋对。有迄个嘿。鬼的。嘿。通常拢是鬼的吼，佮有啥物？无啊，惊悚嘛爱看。惊悚就是讲是可能是人还是犯罪。对。就是叫做啥？神经病的杀人即种的。无。无一定。杀人的较无爱看。哦，你无爱看杀人？嘛是会看。哦。对。最近咱较无新的迄个恐怖的电影去看。最近无。最近看着拢无兴趣。对，敢若拢无兴趣。最近我拢看迄台湾的。台湾的，你是讲影集还是？无讲电影。哦，对。最近咱有看到啥？就是迄个。于禁敢有算？算啊，伊毋是台湾。嘛算，伊敢有算惊悚？小可有。小可。有。犯罪啦。啊，毋过我看起来感觉主要较历史的成分对我来讲较济，颠倒敢若讲迄个恐怖的部分无介恐怖。哇！你想要免费摕到半档的 Disney Plus 会员，敢是 Disney？真好，谁哪会摕到？是迄手机啊绑约吗？哦，有诶有吼，有诶有送。因为我阿姊嘛是安尼，毋过伊。所以伊迄过期啊未？过期啊。哦，无怪最近拢无咧看，已经过期。Disney Plus 足麻烦的时阵，足麻烦就是伊无办法加速。哦。然后他也没有略过片头。哦。咱互迄个 Netflix 先歹去啊。嘿，对。做方便呢。嘿啊。嘿。哦。所以是网看，为着免费的就看。袂歹 Disney Plus 的。真正有看到有诶嘛够追。哎呀，迄个片也不错，也都是蛮经典的。对，就是经典的一寡，就是迪士尼的片。对啊。佮有啥物？佮有迄个是，有诶是伊原底有较有名的迪士尼的电影，啊，伊佮出一个底片啊，是啥物有无？哪像有即种的对无？就是你会使家己选你要安怎剧情。哦嘛有对无？迄嘛是 Disney Plus。系啊。就是有选项。还是。算是互动的。对，互动。因为我会记得 Netflix 嘛有，所以我有淡薄补甲。对，无啥去。毋知。足久无看的，原来过期啊。对，过期足久。前两天有去看《风中的狱情》。无听过。
我也无听过呢，台湾片的，敢是查者，毋知这啥？哎呦，梦中的情话。是梦中，啊，梦中的情话，啊是真。也是假。哎呦，水口水会遐唱，哎，这是今年的呢？是啊。伊安尼讲啊，对无？奇怪，我无看到伊个。伊的迄个伊歌，嘿嘿嘿。哦，日本人导演的。哦。12月，今年12月上的。哦，佮有看《爱曼纽1974》，无听过。敢若有听过。这听起来足艺术的，这是毋是足艺术？哎呦，听起来足厉害呢！法国情色剧情片。哦，看应该是老电影。嗯。1974年，足够认真。好亲像是台版的《感官世界》哦，黑泽明，黑泽明总有名，你敢有看过？无。我看一下，伊阁有，就是我毋知影像进前哪像，奇怪，我当时知影即个人我也袂记，因为我以早，罗生门哦。嘿，我都有看到。对，这应该算是伊较出名的电影，啊，毋过我哪像嘛无看过，就知影有即个人，知影伊迄个就是算是有名的艺术家，毋过我无看。我嘛是无看。要紧，咱若有机会有想要看，才来。好啊。对，再来找看卖。讲啥？有啥？哇，大家知影我咖啡厅。我想看卖。偷偷讲到倒位？想到讲到这，讲到迄个啦，你爱看恐怖的电影啦。对。有啥物啊？看想要问啥？好，互大家问。大家还咧想的时阵，我想看卖，我要创啥？讲一个无聊的代志。有啥？我毋知。你明仔载是？你明仔载是4点上班。对，下晡4点。所以咱小等就是袂当伤早困。对，做工课。你负责休困，我负责你要拍电动。无得看电影，拢会使，会使看。观众朋友推荐的。嘿。好，我知阴思路。毋是啦。啥物件？梦中的阿火是真也是假？无，我是想着你做爱唱 KTV 的。嘿啊。嘿。对。毋过我唱无好听。袂啦。阿火唱就好听。无啦。哪有？个个都无成啊。对。欠拍。欠拍。欠拍。哇。其实我拢，我想看卖。毋过我想看我哪唱，拢最近愈来愈无咧唱歌。无啊，你最近唱足济咧。敢有？进前唱较少。你是讲去唱 KTV 也是？嘿啊。哦，进前较少，不满啊，袂爽。嘿吼。啊，你袂爽我？无啦，我是讲迄个无去唱你袂爽。啊。但无啊袂爽。无袂爽，我足想要唱的。啊，你最近呢？最近有想要唱无？会使啊，我最爱唱歌的。因为我若唱较长时间，我就真紧就感觉较忝。对。所以我才较无爱去。嘿。啊，袂要紧啊，咱会使找迄个有迄个会使一直食的，有迄个食烫海，就是食烫海，就是吃到饱。食烫海。食烫海啊，就是你负责唱。会使。你唱的时阵，我若唱忝，我就负责食就好。会使。啊，这 KTV 真久无去，无伴通招。对啊，迄若一个人，你就因为上无爱2个人，一个人咧唱的时阵，另外一个人会使负责食。对。无就真正都袂好。无会使唱对唱。
啊，对对对，无迄个对唱，你爱家己切。嘿，迄足忝，家己唱足忝。对对，你爱走来正边，啊走来隔边，足忝的，足忝的。对。嘿，对啊，高薪的人唱 KTV 较袂好。嗯。你当初看啥流戏？啥物流戏？都有流戏。嘛无听过。啊，流戏迄个啦，流戏 game 啦，鱿鱼游戏啊。啊。出来啊！有出来啊，敢若26号。啊，昨啊，昨出来。昨要看无？好啊好，袂歹，这我有想要看。好啊好啊，无着看这。耶！耶！好好好，咱等下小等创啥？对。好，我想看下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要紧，无我咧想讲要配啥物宵夜。啊，毋过你食甲有饱吼？即马是有饱。即马是有饱。我嘛是呢。我最近，我感觉我最近真迄个胃口有就是较无遐大。嘿。为啥？我毋知，我头拄仔食暗顿食了，我就小可想要吐。迄是你足紧张的。哦，有可能。咱一个结束啊，你倒的。我都会大哭啊。对。我都会点宵夜。嘿嘿。对。啊，你即摆紧张袂？即马。听无？应该是袂。惯势的哦。应该是。我逐摆拢安尼，我逐摆开迄个脑壳灵拢是共款，拢是一开始就拢紧张到要死。逐个来宾，迄个有来做过来宾的拢知影。嘿，无毋对，就是阿修罗来吧，就是讲你，就是一开始我就做，对，伊顶摆的来宾。哦。顶摆嘛是找伊来开讲。哦。对。我讲迄个 KTV 偌长算长，上无拢4点钟对无？咱定去的迄间拢是，上无爱4点钟。对，啊，若是透早，迄无食海饱的，迄是3点钟尔。嘿，毋过伊足俗的。哦，是透早上俗。对对对对。透早是6点啊？哦，另外对，另外有一间。透早去3点钟100倍嘛？对啊，伊是迄个，伊就是伊无提供迄个食的。对对对。饮料嘛无对无？对嘛。迄拢是另外。嘿，你家己会使带物件去食。对，你会使家己外口乌白白的。对。对，偌长时间啊，若唱4点钟，咱就上无一个人嘛2点钟啊。嘿啊。对我来讲是较忝。4点钟你就忝啊。因为我可能我真爱找一个教练啦，就是因为我可能我用我的拿后的方式无啥对。所以我讲话若是讲较长时间嘛是会安尼。就会忝。还有昨暝食剩的排骨酥甲咸酥鸡汤好过。好过啥物意思？毋知。好过原底是讲迄个有迄个孤魂野鬼。伊去甲因就是算是甲因，敢袂当讲算是甲因拜，就甲因祭拜。嘿，我做好过。哦。啊，汤好过是啥物？汤好过就是，咱要讲，这物件你摕去食，啊，你若要讲较歹听，你就讲摕去好过啦。就是较，当然伊若是讲家己就无做歹啦，就是较黑白讲，较无正式。嘿啊，就像迄个啦，有个人烧借问的时阵，就会讲迄个，那还袂死。即种的感觉，所以毋是逐个人拢会当接受。比如讲，我甲恁阿嬷烧借问，我就无可能安尼讲。对吧？互阿嬷拍死。对，直接拍死。所以我嘛袂当讲好过，对，就懵食啦，懵食的意思。啊。懵食。嘿，懵食。对。哦，雷拉好玩的企划不久，那有。后摆来，我小等马上甲你找好无？伊是迄个。就是我的 VTuber 朋友。哦。就是迄个，咱会来讲即条道，对吧？你即摆即张道是？我画。对不对？耶！你啥物时阵画？我有画毋知影，都熊咧画。我毋是顶礼拜我甲你咧算迄个拆炸弹。对。因为原底迄个啦，嘛是阿修罗来吧，就是伊有。你有叫阮来，对，就是阮有一阵 VTuber 朋友，就用台语来算。迄阵算了就想讲，我看这 game 你应该会介意。嘿啊。你真正做介意的。嘿啊，
你就一直讲要继续算到我昨点的，对对吧？啊，毋过若是隔天再玩，那个劲就没了。你迄个要安怎讲？就是你一直算的时阵，你会有迄个，哎、你会有迄个。怒气值，有点像怒气值的东西。对，啊，你过段刚来算，你就无啊，闹开啊，嘿，闹开啊！啊，啊，就生气，嘿啊，因为时时间愈来愈短，对啊，啊你就一天无算啊，你就较对袂调。对，较对袂调对，嘿，对，对，对，提起波嘛是迄个啦，较迄个，嘛有安尼讲着，这你可能有听过。提起无对。对，爱趁烧，爱趁嘿，烧。无，没错，对。啊，就讲会当看电视，互相掠骹，增加健康。掠骹是讲掠灵啊？无是就掠掠骹是安尼啊？就是我安怎讲，甲你猫。猫。安尼敢有算？安尼敢有算掠骹？毋过阮阿母有帮我买迄是啦，是掠灵啊。掠灵行买迄个啥物？按摩枕。哦，对啦，迄粒，对，就是我伊就插电，啊，伊就迄个，伊就会甲你掠骹，顺时针跟逆时针都有。嘿，伊就两粒伫嘿嘿遐咧洗，对，对，会好用吼。嘿，还好用，嘿，比有啥你较比我好用。啊，我掠到无爽快。嘿，掠无到位啦。哦，啊，你无家己看迄我哦画猫啊？另外两张吼，嘿，哎，我找一下，我敢有下载，我敢下载你。哦，猫啊，我找一下好无？好。诶，啊，搁会啊，搁互因看阮猫仔的迄，猫仔的相片啊。嘿啊，哦，你有迄个诶，阮阿母迄，你若母有迄个嘿，有甲迄个相片本人本猫，甲迄个图坑做伙。嘿，对，就行诶，就成诶。嘿，家己讲，哈哈。诶，真正诶，我真爱啊你。你找阿母，啊，应该找阿母。嘿，阿母伫倒位？伫遮。对，会通哦，啥物会通？对了，恁阿母拢传较侪信息，对，对爱小迄个。倒一张较像，看一个，对一个眼神，对一个，这较有吼。即张好，即张，面足后的，毋对，啥物奥对？嘟嘟，对。你是毋是上班嘛会无说是学着一寡代志啊？进前是有有啊，台语就是有人会讲我台语讲了无好，就会一直教我，你知无？病人哦，对啊，是安怎？啊，我都讲袂出来，因为有淡薄仔腔伤，就有些腔太难了。你是讲病人的腔甲你无共？嘛毋是，还是就是有的声你有诶声，对啦，有诶声我讲袂出来。来，先互大家看你画的猫啊，还有猫仔本猫。你爱本娘，这就读到迄，毋知影大家耳仔敢会变去？读到这，读到这可能会有一个声，不要紧，哦迄是大家的耳仔，毋是我的。对，我平常时拢安尼甲大家讲话。够水吼，够水。带猫没错啊，对，我们家的猫就是这样，傲嘟嘟，平常时拢这个面，嘿，看来欠伊钱，嘿，就是下班的时阵，伊才会甲你安尼塞奶啦。对，啊塞奶了伊就无插你，啊你甲伊懒伊就会佫会生气，对，伊无爱防咱。嘿，我来小偏芳一下。啊，毋是，啊，这是伊这白色这了是啥？伊咧搓螺旋丸对无？你要解释一下。伊是迄个巴肚就是白白的，伊迄个胸坎遐嘿有迄个毛，嘿，就是白较的，碰毛的所在。对，伊就是巴肚全部，嘛毋是全部，啊，毋过腹肚较白。对，对伊讲咧搓螺旋丸啊，对，敢若我感觉迄是咧搓螺旋丸。气死，其实啊，歹势，我较无迄个艺术的天分。敢会互相掠杀无？袂啦，迄是高山，就是高山仔会互相迄个。毋是高山仔，迄毋是掠迄个盐，嘿，迄其实是盐对无？对，无一定是迄个杀无。
就是咧食盐。是盐吼，是咧食盐。我应该身躯顶有做侪盐的，对啊，毋过无人要食。因为对，所以有迄个病人就是看你做无用，要是硬要教你一寡。应该是看袂出来，阮咧足无用的啦，因为对啊。有时阵恁咧无用，人看袂出来。系啊。之前做咖啡店嘛是共款。对啊。因看袂到你的迄个无用伫倒位啦。差不多嘛，就是。对。反我若是有时间，就会甲伊拉咧啦；无时间，我就会拉咧一下下，就甲伊讲我要去无用。对，进前做咖啡厅嘛是，若是有时间就甲拉咧食啊。其他的代志都互同事去做，我负责偷开讲。是啊。我就趁着。是吗？无，做大部分的人客拢无想要甲伊开讲，因为大部分的人客拢无啥巧。有一寡奇怪的要求，就会互人做生气，就无想要甲伊拉屎啊。哦。我知影。对，无了解拢安尼，无毋对，就是伊嘛毋知影你有啥物通好无用的。嘿啊。对，伊无了解你的工课的内容。对。身躯炎掠会出来，安尼做太过。无啦，阮应该掠袂出来啦。阮是掠袂出来，迄狗仔才会使。对，狗仔才会使，狗应该无咧洗身躯吼。人类较有咧。有吧？有诶浸温泉。嘿呀，有诶高山诶浸温泉，对，日本。足够水诶。足够水诶。对。真好诶。啊，你最近上头疼诶病人是安怎诶？上头疼诶病人。对啊。哇，头真疼。对。安怎？是迄个状况较复杂。嘛无啦。最近是无拄着啥物较歹过病人，毋过就是阮健保有建议啦，就是你若是插管气管内底你无法度拔管，就会建议你做迄气切。对，毋过其实阮无讲气管拔袂掉，就叫你做啦。毋过若是14天，嘿。你讲迄是送建议，健保的建议。对，敢若是对。嘿。我有一个病人，就是插管足侪工啊，伊训练目睭嘛无讲介会紧啊。有迄个喘气的训练对无？对。就是讲，迄是用机器甲伊训练是无？嘿，对。一开始就会用机器啊，若是伊。就是医生讲会使差不多会使拔管的时阵，就会用另外一个，毋是用机器的，是就是接普通氧气，让他自己呼吸。迄是迄个一桶的。阮叫伊 T-piece 啊，就是接普通氧气就对了。所以是一个 T 的形状的 T-piece 啊。嘿，伊就是伫你迄插管面头前是一个 T 型。哦，所以叫做 T-piece。对。哦。嘿，就是训练足慢的毋过伊插管足侪工伊训练嘛无讲介好，所以医生就讲要，伊就是咧训练用普通氧气咧训练时阵，上手咧训练，毋过伊抽血嘛无讲介好，毋过伊讲抗伤侪工所以医生讲也是拔掉。结果下晡我上班的时阵，我都帮伊水都插到倒去真正是加了迄个对啊，加了气力咧。嘿，对。毋过伊后壁就切迄气切，对无气切有好处，就是伊老人较袂疼嘛有人讲迄你若是要训练，迄较好训练，毋过我毋知为虾米。为迄个空甲训练啊。较好训练。
哦，酷沙话讲若伊讲会讲慢讲，慢讲，敢有听过？因为无恁有听过，对对，医有哦生敢若拢会讲慢讲呢。恁医生会讲台语有啊，医生拢无讲甲会少年呢，啊？而且佫我有足侪，进前拢，嗯，我无啥物严重的状况，啊，毋过我拄过的医生较侪拢是较少年的，嗯，应该是是啊，对啊。慢讲对啦，慢哦讲，，嘿，学着。对，然后头拄仔酷沙也佮讲迄个啦，介意甲店员甲头家开讲。我补充者，就是进前我喺咖啡厅的时阵，若准有人客要用单位甲我开讲，我都会足欢喜的。嘿，我知，对，我会甲你讲，我嘿逐摆拢会甲你讲，对吧？对，你著甲我讲今仔日拄着，今仔有人甲我讲台语呢。所以我著甲伊讲台语，嘿，对对，我有印象，对，啊，毋过嘛无足侪届呢，就是对，对啊，因为足少的啦，嗯老人较济，嗯，拢老人尔，少年的就袂甲我讲台语啊，嘿，青少年就不会，较袂，嘿，无一定爱甲青少年，可能40岁、50岁都无都通常拢直接就讲华语啊，是哦，因为因敢若讲伊来，莫讲咖啡店的名，因敢若讲伊来即间，就是 fancy，啊，就大部分的人就敢若讲对啊，就是 fancy 的所在袂讲台语，啊，无啦，刻板印象。讲是，啊，毋过若是40岁、50岁，一般的人拢较侪有即个想法。哦，是，对，上无我的印象。哎呀，这嘛是我对40、50岁的人的刻板印象啦。毋过阮阿母嘛是学早几岁，对，啊，毋过伊，毋过伊平常时去踅街嘛，无一定会讲台语对吧？嘛是啦，伊台语甲迄个华语拢做练转的啦。对，对啊伊拢足后诶，对。头拄仔讲到迄个啦，甲店员头家开讲对吧？甲大家分享一个新的网站，足新的哦，应该是即礼拜、顶礼拜才上线的。嘿，伫即个网站就是恁会使去看有啥物叫做台语，嘿，国水吼，图足水的，大家会使去看。就是即叫做啥？台语优先的即个商店的地图，嘿，这足够水对吧？对，对，够水呢，会使去看啊，就是恁兜附近，若是有迄个或者啥，或者会晓讲台语的店，就是若是迄个店头啦，就是若是迄头家会晓讲，也是店员会使用台语点菜即种的，你就会使甲伊分享到即个地图顶面。就是安尼。赞，嘿，大家会使去，这影袂歹。嘿啊，头讲到倒位啊？伊讲日本的，富少也讲日本，但是日本对，就是日本。哦，你敢也会记你日本册的代志？我有记哩啊，不你会记过无咧看，无咧看吼？嘿，而且这是我送你的头一个礼物对无？是嘛袂记哩诶，足后的。我觉得真正足难，其实我有甲我的一寡朋友有讲到即阵代志，因就甲我讲靠腰，他有人送即种礼物，我介意的查某囡仔。这敢是你送我的礼物？你这是你本身都有啊！啊，你想讲我嘛对啦，嘛无送，嘛无真正算是礼物啦，就是对，我知。伊无送我啥物，伊迄纪念日啊，哦，伊送我啥？奖状。嘿，就白痴哦，好啦，莫生气咩？有人讲你足够水的，你看到，大家看到迄个对，真看得到正，吼。真正足够水的。毋是我毋是咧讲图，我是讲迄奖状，真正会生气。对，哦，好啦。正常人看到都会觉得，不要叫我即摆直接送你我规个人。哇，无要滴。哇。哇，安怎？无尴尬。尴尬袂啦？袂啦，讲起来。好，有店头会搭迄个，我会晓讲台语搭纸。我嘛有看过迄个呢，有搭迄个客语。哦对，有看过。有，咱之前有食一间有看到，啊，毋过我袂晓讲。对，我嘛袂晓讲。对。
人讲你甲我位列不可回收。哇！对，我敢有甲你讲迄个？之前我有问讲我的观众朋友，看若种我出迄个周边，看想要我出啥物？人讲叫我出喷桶，就出我的造型安尼，就喷桶，会当食大家喷。太聪明了，过分。蛮有才的。哇！你嘛想要叫我食喷？感觉嘛袂歹哈。啊？啊，你就做成很密封的，这样你是讲有迄个插电，会使家迄个叫做啥？家吸水，吸水，吸水吸水啊！哦，家变做哒哒，特别臭。敢有就有啊，敢有这个物件。好起来人有咧用，所以阮兜无。做好起来人有咧用啦。即马我看过，就是把恁厨余安尼用在水龙头，然后还有那个可以剁碎的，然后就可以排到下水道。会使呢？对，厨余机。啊，对，对，对，我最近看到就这个，没有看到你说那个。啊，毋过我应该是无需要啦，因为阿母逐工拢会，逐工拢拼本事，对，伊做爱清气的，对，所以应该是，甲这个钱省起来。对，头拄仔讲迄医用台语，对，安怎？其实我有准备到，到即本，对吧？我都有一个预感，我感觉今仔日会讲到。你为虾米会传这个？我就想讲今仔日应该会讲到。为虾米会讲到？因为你讲台语啊，你阁是做护理的，所以我感觉可能会讲到。哒啦，就是即本。你阁互我摕咧？收起来，笑死！对啊。有人叫你送钱啊？送钱，好，你还偌济？我1000万，我无钱。请大家赞助，一人100万就好啊，一人100万，无伤济啦。等下人就无爱继续看，毋敢继续看。全部离开。莫啦，无100万100块嘛好啦。我今变做迄个网络乞食，电子乞食。嘿。我其实无看过医用台语。伊哪会知即本？我嘛毋知，我迄时就是我开始学台文的时阵，我就看到即种册，就想要学白买的。对，所以就真正买足济，真正足困难。啊，毋过我感觉我印象较深是有一摆陪你的是大人，就是去病院的时阵，迄时就我就伫边仔听，我就真正感觉学着足济。迄阵是开迄个骹豆腐的时阵，我阿嬷啊，嘿啊，你敢还会记？我袂记啊。迄阵就是咱拢有去，咱拢有伫边啊。袂记哩。嘿啊，我记你讲啥物？换迄个骹豆腐碗，就是讲爱有冰。嘿，有讲爱有冰。有冰掉。佮有啥袂记者啊？结果袂记者啦。佮爱做运动安尼拗弯。哦，对。靠卡塔夫的话，就是要安尼，爱甲伊弯。爱训练嘛，无迄个筋巴肌肉会安怎？算是敢会当讲倒球，敢算倒？你无咧动，本来就会倒球啊。嘿，筋巴会倒球嘛？对啊。就变做你就无法度行。嘿啊，毋过你倒眠床伤久，就是会安尼啊，对。爱训练。嘿。对啊。哇，即本真是，你敢有需要啊？你即马上班敢定会用到台语啊？是袂啦。袂吼。应该是袂啊。听无就用写的安尼，伊拢有。插讲伊嘛无都讲话吼，因为你即摆你即摆是 ICU， 即敢会使讲？会使啊。哦，你即摆咧已经讲啊，才问。你咱伫 ICU， 所以足侪拢是无法度讲话的。对。所以家属会晓讲就好。对。家属嘛无一定伫的。哎。对无？伊若是
比动作，哦，我练，有意思，会着摇，嗯，摇会着就好啊。啊，摇袂着嘛无法度。对啊，都可以用写的，啊写甲歹歹看无，我嘛无法度。有诶，迄个手可能嘛袂写诶，就是对，会错啥喏，嘿啊，拢有吼。嗯，你毋是讲有一个写较足生气？嘿嘿嘿，啊，毋过伊后壁写字我拢看有呢，哦毋过就毋知影伊迄时阵是安怎。所以可能状况有变较好。嘿啊，即本我先收起来。好，你收起。你看到就收起啊？无啊，无吼，是这只诶。讲着就生气。蟹肉要好几年不吃不喝，讲100万呢。对，真是的。100万会使用唱诶，佮有另外一条嘛是，伊讲这亲情莫计较诶主题，啊毋过有一条较新诶，合做迄个着100万，我毋知影敢有互你听过。无。好，小等互你听，嘛无讲作新诶，啊毋过较新。好啊，听看觅。吴贝雅诶，吴贝雅你嘛听过吼？无听过。要紧，小等互你听。好。啊，着100万，嘿。安那？无。你对名有印象？无，他有文化币呢。文化币不是高中生才会有。哇，所以酷少也是高中生哦，有可能哦，因为阮遮观众有诶，少年甲我原底毋知影伊遐少年，有高中生，有，佫有国中生，有啊，有呢。有啊。哦，伊无啦，伊啥？咱安尼你是安那？哦，22岁进前拢有，所以大学生嘛有。啊，不要紧啊，我都无少年啊。对啊，阮都足老诶。阮就足老诶啊。嘿。啊，无懂。着文化地去独立册店买册。有哦，台语主食的食谱，着爱记啊，张惠敏啊，詹老师，你是谁？我听过伊的名，伊之前有做节目，伊若像即马是开家己的，餐厅。无，伊若像是开家己的电视台是啥物？还是我袂记得，我看者。足久无听着即个人，所以我可能会讲毋对去，啊，毋是即个敏，啊，毋对是，无，我其实毋免查，我等观众朋友补充较紧，无也袂，无遐紧。对，伊即摆是安怎？伊即摆，反正伊嘛是做台湾话节目的人啦。哦。伊是，伊捌做主播啦，伊捌做主播，新闻甲主播。哦。这我开知影，我嘿，要带表小弟去开伊的钱，哎哟，巧，哇，毋过阮无小弟小妹遮少年的。对啊，我无。对，阮无啊。小等哦，阮表小弟，我毋知影伊几岁呢？哦，你讲有机会哦，对，就是伊，对。好，小等甲问，我嘛要开伊的钱。好，开伊的钱，送啦。什么？怎么会少年老成？什么意思？听起来无较好呢。我想啊，我的声做老啊，想啊。嘿，莫甲阿招疲劳。嘛对。对啊，明年了可能补助会无去有影。即马是哦。对啊，即马因连迄个做者台语，就是原底咧做本土语言的医生嘛，想要改较少的。做者拢咧改啊，就是迄个国防嘛咧改医生啊。哦。就不要紧啦，对。不要紧啊，卖做卖国防。国防酸碱预算好像是还好。你还确定呢？我感觉已经无差，改呢？阮买迄武器毋是拢足久诶。毋过有迄个是，佮有开发家己的迄个。哦。嘛有啊。哦。对。总是爱。有钱，才有法度做代志。对，啊，总是你爱看起来有想要小红者，无你看别个国家若看到你无想要红就好啊，你无要红，我无想要插你。对啊，不要紧，大家加油啊！大家加油！加油！
加油！31号要过去啊，对呢，今年要结束啊呢，足紧诶，足紧的哦，对啊，就是目一年，时间就过，对啊，对。嘿哦，要3期无摕到厝税补助金，对，厝税迄个嘛要，啊，是哦，搁有迄个囡仔人读册的补助嘛是，嘿，足侪拢咧迄个，他们敢砍了，不怕被足敢的哦，因为就是毋是讲逐个人拢真正会去注意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。对啦，对啊，比如讲我进前的同事嘛是啊，就是其实有真侪人因就是上班就做无闲啊，啊因上班了因就无想要去开开啦，去看迄有诶无诶，而且有诶新闻是假的，你就搁爱去查证，去查到要忝死，所以足侪人对因来讲因就是无想要插遮诶代志，对啊，所以因就足敢诶，嗯，因就想有讲道理，大部分诶人嘛袂去注意，嗯，嘿，所以就。对，所以大家爱去甲注意，嘿，嘛敢若会当安尼讲，无就是就算讲迄个今仔日即个爱黑白人改迄个档无去，后摆凡世搁有另外一个档嘛会做即种代志啊，就是咱随时拢爱去甲注意，对啦，对，无就是互迄个政客拢有机会黑白来嘛，嘿，对啊，哇，足忝的呢。上班就已经足忝啊，搁爱注意遮看因有黑白来无？对啊，好，这真正沉重、沉重啊！对啊，嘿，我发现我若讲台语讲到一半，切倒转来讲华语的时阵，我就有迄个很台的那个腔，有感觉到？无，我无感我若讲到一半要改讲英语的时阵嘛会。无人要伊就会造成搁较大的危害，对啊，对，所以大家爱注意。哦，你咧掠你的骹，对，有迄个杠腿啊，讲推啊，对，毋知哪会敢听会到一个杠腿啊的声，嘿，对，讲坦白，老人数较济，所以即摆搁通过即个65岁健保免钱，是就是通这个过了，意思。今仔日来看哦，我头拄仔看是，毋知影是通过啊未？反正因即摆的状况就是想要过就会当过啊，因为因人数就是较济啊。对呢，对，因人数就登票就，好，嘿，因这样做团结的呢。好，健保，好啊，不要紧啊，莫做，嘿，卖走。莫做，你就罢工。全体护理医疗人员上街头。有可能呢，你知影黑白母，做甲忝死，嘿，真正会呢。对。有吼，我说来参加敢有做趣味。是吗？我讲话就较乖，我讲话就较。你毋是讲你讲笑，你毋是讲你笑笑的。我平常时搁较少啊。啊，我有伫个就较乖。较乖啊。啊，较乖较好看吗？无一定，换一个迄个无共款的风格。哦。我毋知啊，恁敢趣味3款趣味，恁会使去分享者。嘿。对，一直北下少年人有影，就是。我感觉做侪代志拢是啊，就是。啥物居住正义即种的问题嘛，有即个成分伫内底啦。这拢是困难的问题。太难了。看阮互动真趣味。对，平常时毋捌看过阿辉遮乖。我平常时对人拢是迄个或者啥，无大无细，对来宾嘛是。是啊。我对来宾讲啥物，你哪会是？无啦，袂安尼啦，袂安尼。啊，毋过拢讲一寡做超过的。真正超过。无爱做效果啦，做效果人才想要看。好，嘛是。嘛是吼。哎呦，楼顶在创啥？无，阮楼顶是。哦，楼顶是无大人，嘿，拍山的所在。无，毋过我头拄听，可能是隔壁的楼顶啦。冇可能。听到一个声，但应该无听到，应该无代志。对啊。不要紧啊，拢黑白改。搁啥？能够20分钟。再睡一下，没有。搁有啥物要问的？对啊，大家有啥物要问的？在恁问，今仔日真正难得，因为平常时上班就做忝，应该较无机会哦。若是效果袂歹，就有机会。对，大家若有想要看，再甲大家讲。对。
而且讲是讲阮真性情咧开讲，有吼，有啦。你即摆较袂紧张，就足自然安尼。对。平常时就差不多是安尼。平常时搁较。我搁较乖。无啦。无哦。有诶，即摆袂当讲诶。就较个自然，搁嘛差不多啊。差不多吼。应该有80%有无？有啦有啦。有，就是无迄个，我要甲你猫仔公司迄部分无讲出来。哎，你要讲我猫仔公司对。哎哟，你有这路讲你的声都够水的。谢谢。酷嫂也讲不要紧，无某无狗，1块610。喂，40岁就会使去一个更较好的所在。哈。莫啦，等下，敢是这个意思？吊刀，我捌听过吊刀。查姐，查书店，我逐摆迄个。他是不是也是 INFP？ 敢是安尼讲？那个16人格。啥？为啥？无啊。你讲迄个无某无狗的酷嫂还是啥？就是会讲即句，是毋是吧？是 INFP 人格。啥呐？无啊，就感觉甲阮足像诶。有时候很有消极的想法。哦，对，掉头的掉头的意思。哦，安尼我无记毋着。对。啊，你会哦？对，有时仔会讲即种诶。嘿。毋过就是搁咧生活，就是嘛。要是坚强我咧。对。嘿，伊是 INTP， 差不多啦，差一个尔。讲阮两个会使唱歌，会啊，即摆讲阮若小等毋知影要创啥，就唱歌。梦中的情话。看歌词。搁啥？最近爱唱啥？迄个啊，我不想工作，你逐工拢无想要做工课。对啊，你逐工拢咧唱。对，有影啊，我拍的，毋知大家有听到？免，等下迄个搁较大声。哦，个人拢是安尼啦，有诶，迄个 VTuber 拢会找厝内人来开台的时阵，人拢较介意迄个厝内人。对。足侪拢找阿母诶。对，大家拢介意阿母。拢介意阿母，都讲无需要即个主播啊。对，你后摆请阮阿母。莫，我毋敢。伊会叫我诶名，伊直接叫我。对。伊会啊，阮阿母嘛会啊，阮阿母嘛是。因为伤惯势啊。对啦。逐工咧叫，若真正开讲甲足自然，都会足自然就讲出来。对。就嗨啊，嘿啊。没错。对，而且我无法度甲恁阿母讲点半钟讲遐久。伊会使家己教你的观众。对。莫啦，伊就会开始讲咱身体健康，啥物物件袂当食。然后一直贴影片连接到你的聊天室。就讲爱看这，爱看这啊。对。早安、晚安、午安。就是讲食这抗癌、抗癌，嘿。对。慢，我毋敢。阿母，这是关心，毋过嘛小可有压力。对，认同情分也有无？没错。老人爱分享吼，我少年我嘛真爱分享啊。对。甲大家分享一寡无好笑的笑话。对，我嘛做。我最近拢无甲你讲一寡无好笑。无。因为我无新的，拢是旧的，你拢听过啊？你有无？新的好笑的。有无？无。好笑的代志啊？还是无好笑的笑话啊？无好笑的笑话。咱是啥物 ？INFP。哇。咱毋是共款。对，我们都是 INFP。对 ，INFP。伊记毋对，伊是 ISTP， 安尼两个无共。对啊，安尼差足济。差两个，差50%。哇，好。要紧啦，安尼都有50%成啊！毋是安尼讲的啊。毋是吼。对啊。袂爱伊，因为阿姐嘛无好笑。袂啦，毋过我阿姐通常嘛袂讲啥物无好笑的笑话啊。我有迄个 Discord，
就是大家即个拢会伫 Discord 分享迄个足够水的迄个哦，馒头馒头，嘿，够济，对，我有互你看。对，伊拢有互我看。今日有新的，小等互你是啊看。对对对，好我要袂互你看。好，真正都厉害，真正有机会我想要去。去食看觅。对，毋过爱有机会。大家拢有迄个，大家拢有去测。对，大家拢有测。对，嘿，伊是 ISFP T， 佫有一个 T 是啥物？佫有分啊？敢是有新版的？无呢。还是？其实我嘛毋知迄后壁迄是啥。哦。笑点低，这是在讲古早的笑话吗？就是啥物？你是安怎去病院一直笑，因为咧笑点滴。对对对。足古早。对，就古早，迄个够小的，国小吼，差不多吼。差不多。嘿。厝内人团笑亏也是一寡小知识影片拢袂点。拢会点啊！笑亏哦，因为有诶是大人诶笑亏无一定好笑。我拢会点，有时阵我感觉就好笑。有诶，就是颠倒变做好笑，你敢是这个意思？毋知就是还是有戳到。有诶嘛是好笑诶啦。对，我嘛是会看。毋过迄个小知识咧。小知啥物？小知识啊，小知识啊。哦，小知识我就袂看。食这会健康，食这会死。你即时阵就爱讲啊，因为阮阿母传足侪迄假的。哦，做侪是假的，对，假新闻。所以伊进前掠阮的猫仔的时阵，拢黑白掠，伊就是为伊的手安尼掠起来。嘿，看起来足疼，为伊的迄个，对，就是伊的手。对，毋是为伊的。毋是用抱的。对。照来讲，爱为伊的腹肚嘛。对，无为伊的尻川安尼。那是一开始嘛。对啦，一开始饲猫的时阵袂晓抱。对，讲足侪摆伊拢无听。所以。阮着做一个假新闻，甲伊对付。阿慧着做一个假新闻。对，这就是迄个用魔法打败魔法。嘿，我毋对，迄种好笑。阮阿母嘛，真是。伊着相信啊。对。毋过落尾你有甲伊讲。对，后壁甲伊讲，伊就搁恢复以前的跑法。无应该甲伊讲，毋过即摆拢改过啦。嘿，即摆拢正常。对，即摆拢正常啦。嘿，迄真正足好笑。对，即摆猫仔嘛较愿意互伊抱啊。是因为走袂去，已经放弃。对。逐摆拢走袂去。伊互阮阿母抱的时阵，就一个。规个面就是。就是要安怎讲？在一个猫的脸上看到了悲伤。嘿，真正，看起来绝望，绝望。对，这个世间已经无啥物通好流乱的。对，真是。不要紧啦，猫仔一生就安尼啊啦。真是。真正。伊的面真正。真正就就尾就困去啊，无愿意面对这个世界。因为我阿母困去啊，伊就甲伊困去啊。对，也是够水啦。嘿啊。就好笑。耶，若总有机会去找阿杰，先甲阿杰通知。耶，多谢。耶。咱后摆再看敢有机会。嘿，嘛伫咧斗。阿慧假新闻制作中心，嘿。对。奇怪物件。哎哟，无啦，敢若迄摆啦。对啦。其他无。后摆有机会甲伊创治。困去敢会是关阿母的电视？关阿母的电视无呢？我那无关。阿母会看电视看到困去。对。就是困去。对。就是因为伊拢足早起床的，对无？无啊。无一定，无，毋过伊通常嘛足晚咧困，足晚才困。对，足晚才困。对，所以我定定拢会想讲，伊安尼敢袂困无够。我定会安尼想。不过伊目睭做精神的呢。晚起，应该也是有睡6个小时以上。安尼敢有足济？有够的对。应该有够吧。反正原底就逐个人的迄个时间拢无共对无？有的人就是注定就是困较少的。对。无毋对。像我最近拢困足济。有吗？哇。有吗？有吗？敢无？
无印象，我嘛袂记。没试过。对对对对对，关掉就会醒。我没做侪人安尼，嘿我毋知，我毋知。是有听过这个都市传说啊。做侪人的阿母拢会安尼。对，好，阿爸去看麦好，。后摆试看觅训练了啊，叫伊爱负责关，来升电。无法度啊。我都也无遐巧。嘿，原底饲猫的时阵，讲要训练伊会使整理袂啊，嘿，对吧？对，结果拢无，嘿，无这要求是有较过分。我是感觉讲，要猫会使整理袂啊，是有较困难。有鸟仔会使拍山呢。拍衫，对啊，就斗拍衫呢？对啊，就后的呢。啊，阮猫会当，阮迄只会当创啥？无创啥。无创啥，有这古水，啊有啥也无解古水。对，对。哎哟，啊这逐日困差不多4点钟到5点钟呢。啊，毋过伊拢足早就起床啊，半暝就爱做迄个，就是做代志啊，就是做啊伊目睭暗困呢。伊，我想看觅，敢算是较暗困，就是慢。困的时间，甲大部分人较无共。哦就亲像迄个啦，有淡薄仔亲像迄个你若上迄个大夜班的时阵，就是啊你可能就提早就爱先困，啊，就是大部分人还未困的时阵就先困啊，啊才爬起来，才来做代志嘛。啊，做甲可能透早做了，啊，可能食早顿，啊，才来休困，对，可能较先安尼。我若无记毋着。哦，对所以迄个意思是，不是只睡4到5个小时啊？啊，应该是睡4到5小时，哦困4点钟到5点钟尔。哎哟，真恐怖哦！哦，酷嫂也袂晓煮食，毋过昨晚伊带阮去食好食的火鸡肉饭。哦，这是住嘉义吗？嘿，敢是伫家己的朋友。听讲嘉义人有自己喜介意的欢的，迄个，对对对。讲喷水无好食。进前我听着是啊，安尼讲。对对对对对。对。酷嫂啊，4、5点还袂困。哎哟，你甲2工前的我共款，2工。对，我有一工向就困袂去，嘿，大概无，敢有甲你吵着？无啊，我困就好诶。啊，毋过加顿工就爬袂起来。对。对。对。我也无法度啊。无我无应该食咖啡的，我真是叫是家己食了佮困会去。你平常时拢会使？平常时拢会使啊。对。毋过我感觉最近对迄个咖啡的迄个较无迄个抵抗力，较无，是哦。较会困袂去呢。敢有即种代志？毋过我阁想要啉啊。啊是迄个时阵要较浓。有可能，因为迄个 espresso 的迄个量，一般的latte是2分，嘿。啊，咱买迄个 flat white 是3分，哦。所以会较济。哦，喷水是外地人咧食的啊，原来是安尼。对，我会记得家己人拢安尼讲。对。啊，佫有啥物？佫有其他有名的迄个民主啊，民主火鸡肉饭。没听过。咱后摆来啊，而且咱毋捌食过迄个呢，凉面呢，凉面。啊对，啊你无介意啊？因为我无介意马内子。嘿。啊，毋过若做后摆去是不是应该，要是爱？食看卖。无就买一碗啊，我食一喙啊，就。袂使啊。袂使吼。我介意食。嘿，你介意食马内子？对。马内子。马内子。啊，咱足久无食塔可亚去啊呢。那是啥？塔可亚去就是迄个章鱼烧，足久无食啊。啊，毋过即摆关呢。哦。对无？即摆可能无。足早就关啊。对啊。无要紧。咱订买迄间拢足早的，伊都卖了就收啊。嘿，对。啊，伊毋知影都足早拢卖，都已经卖了啊。毋知影是生理上，啊，毋过伊干一个人呢，所以可能就是会忝啦，都袂做伤济。对，伊可能一工的量就无遮济。固定的。嘿。是，啊，即讲阮若来，咱若来打狗的时阵，会当介绍一寡地点，互咱四界行。好啊。有机会。OK。哦，喷水毋是无好食，是对迄个在地人来讲较贵啦 ，CP 值无够悬啦。哦。就算是喷水嘛，是吊打别个管市的鸡肉饭。
了解。哇，我是感觉有理，嗯，应该是，阮的鸡肉饭就是意思意思啦，嘿嘿嘿。啊，因的敢若是较大的，较先可能要一块一块，嘿，有诶食着是安尼，进前食是安尼，对，进前食是安尼。毋过阮进前食敢若是喷水吼。我袂记啊，咱是食喷水还是民主，我袂记啊。哦，好紧，欸毋过好食，我是毋是两间？我毋是有食两间，还是无？伤久啊，对，伤久啊，真正嘿嘿，伤久啊阿爸叫去食，对，后摆无着迄个啦，看所有诶，逐间拢食甲吐，哇，真正会头，食甲会惊，对，嘿，对，家己饲正宗诶，正宗，嗯，无毋对，对啊，搁啥？搁啥问题？咁真正要唱歌？对，伊迄个真正是一块一块，毋是死诶。对，嗯，对啊。咱最近有食啥物较特别的无？烘吧，对啊，烘吧，对啊，诶，够啥？对啊，有啥？无无呢？啊，平常时食对啊，拢食正常诶。嗯，恁阿母敢毋煮啥物特别的？无呢，最近无煮。无到迄个冬节时阵有食圆仔啦。哦，对，对，对，迄阵有知影。啊，搁有阮迄食迄板豆，食迄点心，迄足好食。哦，对，前几毋过毋知工迄啥。有厝内人转来，对，啊就为日本等来。为日本转来，啊，着食板豆，对，迄着是煎诶。嗯，甜诶，内底有迄个算蚵仔嘛？蚵仔吗？敢是蚵仔？毋是，啊，毋过迄到底是啥？毋知。伊食起来有迄个麻糍诶感觉呢，就是对小可会黏，嘿，对，毋过无遮凉。对，啊，着小可甜，无讲真正毋知迄啥，嗯，真正毋知好伊嘛无食写，嘿，毋过好食。对，讲啥？搁有你食迄个，搁有食西瓜，西瓜啊，就是迄个，迄工就是西瓜，啊，看起来应该是一人一块，啊，毋过恁阿母一直无要食。对，我真正叫伊是叫你爱食呢，嗯，因为迄阵伊就对啊，一直咧甲你讲食，对，伊就甲啊我讲你就真正食，对，我想讲甲伊欠欠的啊，对啊，就想讲大家嘛无头好，要食的。对，头好甲食的，对。啊，我食的时阵，阮阿嬷就讲：“啊，你阿母还袂食呢？”哇！伊就足紧张的呢，恁阿嬷就足紧张的，足够济的，啊，大家都惊着，对，大家都惊着，笑死！嘿，足好笑的，阮阿母就随捡我食过迄西瓜皮，对，捡捡去伊的迄个皮仔。哎呀，毋知咧毋知影是咧创啥，伊应该是想讲要假做伊有食，啊，对，应该毋过恁阿嬷就直接就看着伊咧摕迄块，伊都知影阮阿嬷就是无食，就是无食，嘿，我摕去食。一块西瓜尔应该是袂要紧。啊，就问讲我捌食过啥物特别的迄个食材？和牛、我叫啥物？和牛，对，应该迄特别对特别好食，对，对。特别的是啊，你有食过迄青蛙啦？我无啊，食。我食过水鸡，灰色无？啊，我们有吃过原住民那个鸟鸟。哦，烘的迄个嗯烘的迄个鸟仔啦。嗯。对，迄阵是迄个，就外淡。台东吗？还是台东？台东哦，我会记你，敢毋是日月潭？我当下。日月潭？是吗？我袂记啊，还是台东？我记得有一摆是咱有买足济，啊食袂了。啊，毋过台东有食迄个清仔腐，清仔腐就是像迄个粽。啊。嘿，啊，伊外口的迄个叶仔会当食的。啊，迄个好食。迄种好食的呢，迄是台东，迄一定是台东。对，迄好食。迄样都好食。嘿。佫想要食，有机会有梦啊。有机会佫食，就差不多特别就是安尼吧。应该是吼，我想看觅，因为我捌去过迄个澳洲，我想看觅遐有啥物。哦，
无就是澳洲，毋是有一种迄个鱼啊，足臭的，臭甲迄足侪 YouTube 会摕来做迄个主题。对，我无食，啊毋过你有吃阮阿爸、阮老爸就爱吃。也食。嗯，嘿，啊，伊迄阵就有问讲，你敢要品看觅？我迄阵无，我即做协会，应该品看觅，应该品看觅。嘿，是不是外国的气味道看比较重？你讲外国的啥物？cheese啊，就是足侪物件，对，可能是袂惯势啦。可能因嘛感觉讲，阮有足侪物件足臭，比如讲臭豆腐啊，哦，嘛是啦，对因来嘛讲是，哦，家己的迄个马内子毋是一般甜的，是特别调的，或者白醋，白醋我知。哦，嘿，我知影因号做白醋，就是家己人若讲白醋，伊毋是讲咱一般的迄个醋，嘿，毋是，伊是迄个物件。嘿，好，叫阮试看觅卖去嫌，火做袂去嫌，敢若我的，对，嘿，敢若我会惊。因为伊毋敢食，嘿，啊，毋过你我敢你介意？嘿，对，我介意。细粒西瓜通做西瓜面料理，西瓜面，阮阿母之前有炒，那是啥？迄是。就是细粒西瓜的迄个，伊敢是皮的部分，我袂记，应该是西瓜迄个皮的部分，啊，甲拍打，拍好打了后，就是比如会当食的。我感觉食起来有像迄个一寡迄个生瓜，也是腌瓜迄种的，就是咸咸啊，小可脆脆。我毋知影敢是安尼讲。就是西瓜皮做成的料理啊。对。哦。对，遐处理过就会当食。哦。因为阮阿嬷爱食，啊伊会分阮阿母，所以阮阿母若有伊就会炒。啊，我袂记你敢有食过啊？应该因为是无。嘛毋是定有，爱阮阿嬷拄啊，阮阿嬷若拄啊好有互伊才会有。嘿嘿嘿。后摆有机会来食。来看觅，对啊。对。会使食项板甲，板甲是啥物？板甲敢是鳖？哦，毋是，板甲是鹌鹑哦。对，阮就是食迄。对，阮烘的迄个应该是这对无？对，敢若是，我记得是。阮毋捌食过麻雀，有诶所在台东嘛有咧烘迄个麻雀。啊，毋过对，啊，毋过咱毋捌食过。对，无食过。水鸡，你有食过？水鸡有，嘿，鳖我也无。我无。无吼。毋过之前，嘿，之前迄婚礼应该是无。你讲食倒的时阵哦？系啊，敢有。送的，我有去啊。就是无啦，办桌啊，之前迄乡下婚礼。哦，迄种的啊。敢有。我毋知，我无啥去迄种，因为阮阿母袂带我去。都侪迄个食到阮阿母拢袂带我去，因为伊拢我毋知呢，可能伊较无咧参加。是啊，我细汉时阵去就参加很多次。所以反正你有食过，你毋知尔。我毋知我有食过无。有可能哦，可能细汉时毋知迄啥。对。倒饺咧，倒饺敢有？无。无，我也无。听讲无好食。听讲有诶，迄个铁板焼き、铁板烧，听讲有诶铁板焼き有。哦。啊，我嘛毋捌看过。哦。嘿，听讲较定诶款，我袂记啊。听讲无好食。之前有看过有人分享，烤鱼。无食过。我也无，听讲食起来像迄个鸡吧，足侪拢像鸡吧。是啊。烤鱼我嘛捌食过，海胆。之前有食过。啊，毋过是。咱食袂出来迄个，因为咱对海产较迄个啦。咱对海产较无遐尔，无迄个缘分。对。嘿，毋知影海产的好，所以咱原地就较罕得食海产的。嘿啊，阮较爱食迄会行的物件。会行的，四支骹的。四支骹的。对。这是啥？食过拉力是迄个，迄叫做穿山甲。哦。我慢慢那不是保育类吗？我毋知，
还是迄是进前？还是伊是伫其他的所在？我袂记啊，伊之前有讲，我毋过我真正袂记。歹势，我会记你顶摆有讲。啊，迄个啦，闪闪啊，闪闪的店啊，闪闪店。哦，他们可以抓。那像应该是。啊。佮有乌杏肉嘛是闪闪店的有。哦。敢若足贵诶。哦，啊，这嘛食过杏肉，加迄个，我会记你古早顶摆是食熊掌的款，我若无记毋对。鱼熊掌。可以兼得，你若有够好嘢就会使。对。钱通好解决的拢小可代志。对。嘿。哦，啊，这食过杏肉甲鹿肉，鹿肉咱嘛无吼。无，毋过我。毋过恁的猫仔有。嘿，伊有食过。迄个肉干啦。肉酥。有咧卖，哦是肉酥。我印象是肉酥。哦对，应该是肉酥。对。迄阵去迄个展览的时阵对无？对，宠物展。伊较爱食草的。对，臭臭的物件对，有臭臭味的伊上介意。嘿对。无毋对。咱去食倒敢会包菜尾？有啊，会。阿母会包啦。嘿，阿母会包。阿母会包淀粉的。我爸会包啊。阿母有时啊拢包淀粉的。哦。迄个米糕啊。米糕会当食做一顿呢。对。伊食起来都足饱的。嘿啊。嘿。嗯。哦，倒饺无啥物味哦。肉足 Q 的是毋？是哦。安尼甲你讲的无共。甲我讲的无共，可能我自信错误。因为我毋捌食过啊，所以我敢若就是一个印象，看进前别人安怎讲。对。好啦，有机会才食看卖。主要食伊的调味哦。嗯。啊，对，去中国食，我想起来，我真正对，顶摆有讲，顶摆我应该是拍电动的时阵有讲着。有食着。无，伊阿母的腹肚内，所以喙齿无爽着，啊，毋过算是有食着。就是因阿母食，啊，伊迄个迄个啥脐带血哦，安尼嘛算有食着啦。好啦。肉酥铺的糜，猫仔袂当食糜啦。我毋知。你毋知？啊，毋过迄摆，咱若是家己食糜的时阵，偷摕伊的肉酥来配，应该无好食。迄味应该较，较正。我有家己爱食的肉酥。对，恁阿母拢会传。对。足久无食肉酥啊。听啊。红金米糕啊。哦，螃蟹米糕。对，对。啊，毋过阮食的是迄个有细只虾啊，虾米的是。虾米。前几工迄是这红金米糕，高级的。对。哈？这敢算家常菜？那你讲是家常菜？偌好食。对，偌好食。哦，等下要去煮糜来食，好。食宵夜毋？对。还是暗顿，毋知。哦，嘛有可能。嘿，樱花虾米糕无毋对。迄嘛好食。对啊，迄嘛好食。嗯。佮有啥？哦，伊顶面佮有迄个辣子啊。辣子就是迄个栗子。哦，对。敢若有。啊，毋过我对辣子是普通。就甜甜啊，袂讲歹食。甜甜佮真有效。哇，讲的时间嘛差不多。好吗？敢会讲无够开？袂。看大家讲有啥物？嘿，来，互大家上尾机会有啥物想要问的？嘿，最后时间，那无就来看迄个鱿鱼game。对，按照配宵夜。对，有一句是骨力食力冰大吞烂，就是以前迄个辣子，毋是逐个人拢食会到的，较高级，迄以前是高级的物件。是啊。对，所以你爱做骨力，你做工课爱做拼，才食会到。啊，你若冰大，你就甲吞喙烂尔，你食袂到。嘿，是安尼讲。不错，有趣。有趣吼。我甲你讲，我的观众朋友，台湾的拢比我较高，比我较高讲。我逐摆拢是，为因的身躯顶，为因的老话学着真济。所以我定讲我台湾话其实无啥会晓讲。
So what？不是俗语的，俗语话。俗语话你较袂晓安尼。无啊，我啥物拢袂晓。那有我进前连迄个陶瓷拢袂晓讲，哦，或者灰啊。灰啊，嗯灰啊。嗯，毋过阮阿嬷讲你台语袂歹啊，还是因为大部分少年人拢无好啦。也是毋敢讲啦。偌多侪毋敢讲诶，有诶就是会晓讲，啊毋过就歹势讲。对，会惊讲家己讲毋对，还是安怎？啊毋过其实就是爱加讲，对无？对，会晓食就好，嘛对。袂晓讲，啊毋过会晓食，要食毋讨趁，对，应该差不多意思啦，就是要食较好，你着爱较拼诶嘛。啊毋过即摆有时较拼诶嘛食袂着，就是对啊。有时迄个你诶拍拼袂互你看到回报。即摆大家拢差不多啦。大家拢生活袂晓过，万事袂得过。这美秀集团的，我足介意，因为美秀较老的歌我较爱。这首敢若有，我应该有放互你听。嘿，应该是有。毋对，好啦，今日有欢喜无？有啊。有吼，甲来讲话欢喜吼。啊，大家有欢喜无？有啊。有啊，有啊。你讲阿辉即摆应该讲，因为我介意恁知无？所以我毋敢。我感觉恁阿嬷嘛，互我感觉较正经，我毋敢有白讲话。嘛无讲，嘛毋是讲伤过正经，啊毋过就是毋敢有白讲话。啊，人是大人啊，我当然毋敢有白讲话啊。对啊。对无？你嘛毋敢对阮阿母也是阿嬷，对无？我拢乖乖的。对。有啊。通常伫迄个啦，牵手的阿爸阿母也是，对，我伫恁阿爸面头前，我嘛毋敢有白讲话。无你伫我阿母面头前。有时啊会较无乖，对。较俗啦，较俗的较无。我有时讲笑嘛。对啊，阮阿母都会笑。对，就会笑。嘿，伊就会讲，你是安怎安尼讲？嘿，爱塞奶爱要及时，叫我对恁阿嬷塞奶哦，是哦。敢是这个意思？是啊。我会歹势呢。我拢甲恁阿嬷讲啥？毋知呢。就开讲啊，就伊问我啥物问题，我就认真甲回安尼。对。做正常安尼。对。哦，恁阿嬷会讲啥？恁阿嬷有迄个海口腔。嘿。足好听的，啊我袂晓。足好听的。足好听的，都有一个海口的味。嘿。对啊。阮阿母咧。恁阿母哦，恁阿母就是标准的中部腔。是哦。我感觉，因为伊，就拿我讲迄个或者啥，蚵仔煎迄个蚵仔，我会讲蚵仔。啊，种伫土内底，我讲蚵仔。蚵仔。嘿，啊，毋过，若台中腔有诶，迄两个拢讲蚵仔，迄共一个，就是音，迄基本上共一个音。有诶，中部人是安尼，像恁阿母。是哦。对，我听起来是安尼。哦。啊，我是对厝内人讲，所以我是台南腔。啊，毋过因为有人问即个问题问甲足拄好，你有这路上问讲迄个火鸡火烧敢是自细汉讲台语？哇！咱拢毋是啦。你细汉是有？我幼稚园是阮阿公阿嬷带大诶。还是到当时才无咧讲诶。对，其实对，我阿公听得懂，我阿公听有国语，我阿嬷听无。所以有时阵甲阿公讲国语是有通听。所以其实伫咧幼稚园诶时阵，就是拢有人咧讲。嘿，人咧讲啦，对。啊。对。原来。迄个时阵台语嘛，毋是讲真拗，就到。因为幼稚园可能会讲诶物件无遐济。嘿啊，对。生活迄个范围较有限啦，会当讲的话题嘛，都安尼。对啊。嘿，嘛对。啊，我就是到大学我才开始认真学的。嘿，我是足认真，我走去读台文系。嘿，真厉害。对，嘛无啦，就是有兴趣。对啊，我就感觉你迄个啥，有迄个底子啦。
那个有那个底，有吗？有，就是因为都雄叫你讲，你是会晓讲的，你就是较毋敢讲尔。哦，我是感觉你较毋敢讲，哦，骄傲啊，系啊，对，海口腔作赞的，无毋对。啊，熟悉一个铁基路警察所长，就是听伊讲海口腔，然后互我体会到人咧讲耳仔有心，多怀孕咧，耳仔有心，对，真正哦。哦，我是袂安尼，我是袂感觉着，我毋知。啊，毋过我就感觉讲，我就做爱听无共的迄个腔口，我就感觉讲听无啦，听袂出来吼。出来，对啊。因为我有读台文，我若听袂出来，会互人骂。吗？无，毋是所有的拢有。啊，毋过我真正做者观众朋友台文拢比我较好。啊嘛有做者是真正关底的，逐工真正拢咧讲的。哦，啊，伊拢是像咧甲你讲。这我毋知，这可能逐个观众朋友无一定啊。靠腰，敢会使去做病人找阿嫂开讲？袂，袂使。无你若去做病人，你爱变做迄呢？你爱去 ICU 呢？你爱做严重的呢？无你无机会呢。啊，你若去 ICU，你可能嘛袂当讲话。嘛无啦，嘛是无一定啦会使看状况吼。对。对。莫伫遐陪我开讲，敢无够？阿慧无法度满足你哦，哈。他就会回对。我无爱看，我先甲变掉，伊就无法度回。无啦 ，YouTube 会使迄个使变20分钟安尼。哦。暂时的会使。这么克制化就对了。啊，你会嘛会使变永远的。哦，上咧讲我的歹话，是毋是你裤衫啊？我头拄仔拍卡唱，毋知敢有听到？应该是有吧。应该是有哦。哎呦，好啦，咱这时间超过结束啦。厉害吼！无啊，主要厉害就是，其实你若真正加讲、较敢讲，你真正愈讲会愈进步。好，后摆阮就来开英语的。英语的会使。我真正是查甫人拢爱甲阿妹仔讲话。嘛无一定，有诶查甫人介意查甫人嘛有。对。这无伫今仔日的范围内底。毋过嘛是会使当姊妹啊。哦，对，嘛是啦，嘛是。要食醋啦，阿辉虽然熟悉无久，我敢是迄种兄弟共用的人，歹势靠腰。有一个人无来啦，我今仔日敢会使安尼 Q 观众？无啊，我无互你看，前几工有一个观众朋友，交着牵手，较恭喜，毋过伊无来，伊可能咧保养。我有看到伊迄个 Twitter 啊，伊伫 Twitter 破文，伊就讲迄个，请大家倒改伊迄个集气安尼。嘿。追到了。应该是有啦。机器是为了要追。嘿，伊就是讲啥物圣诞节迄天要讲迄个标，对，以后这社畜，嘿，疫苗这社畜，就是咧讲伊。恭喜！毋过伊无来，可能咧约会。哇，没办法听他分享。也建议可能嘛无想要分享。是啊，大概我毋知。哦。无，来我就是因为咱开台的时阵拢会讲咱的主题，所以有的人都会想讲你咧讲你的啊，我一直讲我的可能嘛无好。有时啊去看别个台的时阵安尼想。了解嘛是。对，可能当咧那个铁的秘密。对。对。今日可能时间差不多。好。通好休困。宣传者明仔载有迄个新年新愿望的即个特别节目，我会读大家迄个，大家会使投稿家己的新年新愿望，互我念。嘿，搁有啥物？搁有迄个组织 VTuber 朋友会来投资马奇，会来吐带，嘿，就会来 call in 啦。嘿，明仔载是暗时8点哦，明仔载暗时8点，大家有闲，嘿，请来，会使配暗顿，好，就是安尼。好啦，今仔日哪有可能哦，真正，哪有可能找家己的牵手来？惊讲大家气嫌，想讲你是咧安怎咧等哦？咧等。咧炫耀。啊。嘿，
加在足侪人来，会惊比平常时较济呢。是哦，哦，果然拢是安尼，拢爱找迄个大家拢介意人的厝内人，也是牵手，安尼敢对啊？后摆才来。好，后摆才来，后摆才来，后摆来看要安怎，看要做啥物主题才来讲。好，嘿，有人规暗青暝看袂到啊？无啦，哪有？就讲感谢阿辉甲辉嫂今日开讲，是我爱感谢大家，对，感谢大家来，无气无气嫌，对。对，安尼咱就明仔载再会，明仔载暗时8点再会，明仔暗时8点你咧上班，对，我咧上班。歹命，对，对，袂啦，关系。对啊，刚才酷嫂也有去参加咱开讲，嘿，足欢喜的，足欢喜的。讲阮食果水。倒位？即讲阮，你讲倒位果水哦？无啦，我是讲伫倒。这，啊，可能讲阮的互动。嘿，我做果水我知，多谢大家。我画足高水。对啊，我想讲你愈画愈迄个。你没有说我在比什么？哦，对，你即个两边的迄个手，一个咧比赞，对，一个比中赞。对，大家敢看得出来？看得出来吧？应该看得出来。足明显的，就是你即个上班的心情就是安尼。对，有时阵欢喜，有时阵就靠腰。有时阵都靠腰的。好，请甲大家讲再会啊！好，再会。再会，多谢大家，明仔载再过来，拜拜。